农历新年过后已经开工2礼拜外，伫严格遵守防疫规范。台南市政府24号特别举办媒体春酒，场面相当的热烈。市长每天会中感谢媒体先进监督的第四权，将市府的政策充分甲市民沟通。特别伫台南迎接继承400档的阶段，更需要媒体将消息传播出去。那主要是要感谢各位在过去为了台南市民为了市政建设，为了市民的一个沟通，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那我们台南市是全台湾第一个城市，再过2年多一点就要庆祝建成400年。那在这个不亦盎然的文化都市里面因为有各位能够让台南市不仅是个文化城市是个宗教城市，是个美食之都，也重要的是个科技新都我们有农业，有工业有高科技，有山有海，但这些如果没有一个媒体能够跟社会做沟通互动的话，那其实很多人还不知道。所谓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这场春酒来自大台南侪侪媒体拢难得轻松组织，甲所有市府以及主管助餐交换意见。会中都来欣赏精彩乐团演奏甲优美的歌声，也提供摸彩，气氛相当热烈。台南新闻管制何琼芳采访报道。